Sorry 級，大家好，我係胡偉聰。喺過去一個月裏邊咧，相信大家都收到唔少嘅訊息，睇過唔少嘅新聞，關於泰國嘅水災情況咧。有啲人認為，哇，成個泰國已經浸晒，冇地方可以去，甚至乎曼谷咧，啲人都已經走晒，商場唔開，水靜河飛，非常危險。但係其實真正嘅情況並非如此。我呢個住咗喺泰國曼谷10年嘅泰國旅遊大使咧，今次絕對有資格話俾大家聽真實情況係怎樣。因為由始至終，由水災第一天到今時今日咧，我完全咧都係留喺曼谷，絕對冇走到，因為我對泰國有信心。雖然今次水災情況都幾嚴重，咁但係咧並非成個泰國受到影響嘅。舉例一啲遊客們經常去嘅地方，布吉島啦、蘇梅島啦、華欣啦、七咸啊、清邁、清萊啊，咁完全咧都係冇問題嘅。甚至乎曼谷嚟講咧，成個曼谷都好大，遊客區、旅遊區完全都冇問題。唔信啊，不如我逐個地方同大家去睇一睇咧。11月22號所見，曼谷市中心情況同平時一樣。不如我哋去著名嘅遊客區睇睇咧。而一啲大型嘅商場，可以我後邊呢間咁啦，喺水災期間咧都沒有受到影響，依然正常營業嘅。今時今日亦都係正常營業。好受中港台遊客歡迎嘅呢個大型超級市場，喺呢段期間亦都照常服務，沒有受到水災嘅影響，門前亦都沒有水浸嘅跡象。而另一個遊客們必到嘅地方就係曬飲區啦。曬飲區由始至終都沒有受到洪水嘅影響，一眾嘅商場咧，好似呢個咁咧，咁多日以嚟咧都照常營業。目下所見，商場裏邊嘅人流似乎並沒有因為水災嘅情況而影響到。嗱，雖然咧喺報道咧講到咧曼谷好恐怖啊，即係幾得人驚啊，好危險啊咁，但係鐵一般事實大家見到啦，咁都歌舞升平。如果真係咁危險咁恐怖，點解啲爸爸媽媽願意俾小朋友出嚟同啲魚魚玩咧？咁個個都走晒啦，係咪？所以我話曼谷係冇問題嘅，係咪啊？而家身處咧就係曼谷最重要嘅商業區、購物區拉拔松。咁喺呢度咧，前邊見到咧，亦都係一滴水都冇嘅，因為呢度從沒有受到水災嘅影響。咁而拉拔松嘅隔離就係呢度嘅四面神啦。大家見到咧，香火依然鼎盛，因為呢度亦都沒有受到呢個水浸嘅影響嘅。遊客必到嘅地方就係後邊呢個卡省路啦。卡省路有呢個背包客天堂之稱，不論你係背包客又好，唔係背包客又好，呢度都歡迎你。咁呢度咧，由第一日洪水湧入曼谷，至到今日啲水走咗咧，呢度啲水都未嚟過，都係乾真真，水都冇滴嘅，所以絕對冇問題。其實都係一個奇怪現象啊！儘管中港嘅遊客咧就少咗嚟曼谷，但係西方嘅遊客咧都依然有好多喎。點解佢哋仲咁支持泰國同曼谷嘅？其實整個曼谷遊客區咧受到水災影響嘅地方咧，主要有3個，不過咧都唔係好嚴重嘅影響。咁講緊第一個咧就係呢個集到集 Weekend Market 啦。咁當日所謂水浸咧，其實咧係浸出邊嘅地方。出邊咧水浸到都幾高下㗎，咁而入邊咧呢度咧有部分啲水都滲到入嚟，咁部分鋪頭嘅地下咧都有浸到，但係就並非成個地方覆蓋晒浸晒，就並非如此啊！咁今日咧啲水走晒啦，地下乾晒，鋪頭都開翻晒，於是乎等緊你嚟消費啦，喂！而
第二個喺遊客區之中曾經受過水浸影響嘅地方就係我而家身處嘅唐人街呢度啦。但係所謂受到水浸影響並非嚟自北部嘅洪水浸到腰咁高啊，並非如此。皆因呢個後邊有碼頭，咁碼頭河水高漲咧，於是乎啲水就湧咗入嚟。不過咧，上晝湧入嚟，下晝已經退咗啦。有幾日咧都係上晝嚟，下晝走，咁從未人試過話浸到上腰啊，上心口咁嘅，不要害怕啊！咁而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咧，地下一日水都冇滴，根本咧呢個就沒有太嚴重嘅影響。咁於是乎咧，夜晚黑嚟唐人街度食串燒、食魚翅、食燒烤一樣可以。其實唐人街後邊有一個叫審拼嘅市場，都好值得一去嘅。而第三個曾經喺遊客區裏邊受過水浸影響嘅地方咧，就有後邊呢個大皇宮啦。咁所謂受到水浸影響咧，就並非啊指啲水咧浸到上胸口咁嚴重，而係講緊咧前邊超柏耶河咧河水高漲，河水倒灌，跟住咧啲水咧就浸到嚟路面呢度同埋裏邊嘅部分地方，就並非入邊皇宮咧浸到好厲害咁，就並非如此。事實上咧嗰陣時雖則咧有少少水浸啦，佢都依然開放俾遊客參觀。今時今日11月22號都依然俾遊客參觀，完全係冇問題嘅。睇新聞所講，曼谷機場浸咗，但係其實嗰係內陸機場，國際機場Suvarnabhumi就完全就冇浸到嘅，兼且咧防禦措施做得好好，每日嘅服務依然如常，絕對唔需要擔心。咁多日以嚟，曼谷嘅架空鐵路同埋地鐵咧，亦都沒有因為水災而停止服務。而另一個大家好關心嘅問題咧，就有關鼠疫同埋傳染病啦。可以話俾大家聽，到今時今日咧，泰國曼谷亦都未人爆發大規模嘅鼠疫同傳染病嘅，可以放心。咁其實有冇機會發生呢啲咁嘅問題咧？主要要睇翻嗰個清潔狀況啦。咁嗱，其實咧可以今日咁咧，呢度後邊咧就舉行緊大型嘅 Cleaning Day 大清潔，希望咧透過民眾嘅力量啊，同埋官民嘅力量咧，就做一個大規模嘅大掃除，令到個地方清潔衛生，於是乎就減少呢啲傳染病發生嘅機會啦。另外一個大家關心嘅問題咧，就係超級市場有冇水賣啊，有冇嘢賣啊？咁點會冇水賣咧？幾多水？大把貨源咧，曾經係冇貨，咁但係而家啲貨翻晒咧，價錢仲好平添，一 pack 啊12支65匹啫喎，即係價錢差唔多5匹一支，抵飲啦。雖然今時今日仲未有好多外國遊客翻嚟曼谷玩，但目下所見都有好多本地泰國人出嚟玩、出嚟消費。如果情況真係咁惡劣、咁恐怖嘅話，佢哋都走晒啦，唔會笑住口嚟超級市場買嘢啦。另一樣搶手貨咧就係啲即食麵啦。嗱，之前咧部分超級市場便利店咧啲貨架空溜溜，因為啲麵咧俾人搶購晒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啲麵限辦翻晒嚟啦，多到不得了，食到你唔食啊！嗱，之前咧傳言咧就話，哇呢度咧就冇水冇糧啊各樣啊，咁但係其實而家通街都有水埋去呢度咧，隨手見到啲水啦，睇頭嚟吸，10匹一支，絕對冇趁水打劫。又睇下啲食物啦，咁有啲傳言咧或者食物唔衛生啊、唔乾淨啊，咁我就攞嚟食下先得，完全冇問題。雖然咁講，你食啲生嘅食物就梗係有問題啊，但係煮熟咗同埋煎熟咗嘅嘢，又會有啲咩問題咧？依然好味。事實上喺今次嘅水災事件之中，曼谷市中心9成嘅酒店咧都冇受到傷害喎，正如呢一間。呢一間係位於曼谷遊客區裏邊嘅一間5星級酒店。雖然而家所見遊客少咗，但係酒店嘅服務依然係照常，因為水災期間啲水都冇入到嚟。酒店嘅環境依然好，泳池嘅水依然乾淨，情況同之前完全冇分別。
夜市冇問題，當然冇問題啦。夜市所在就係喺遊客區中心區，水都冇嚟到，點會有問題呢？遊樂場冇問題，當然冇問題咧，因為佢位於遊客區同市中心區裏邊啊嘛。由水災開始到而家，佢都依然正常營業。大家有時間都不妨嚟玩一玩。你睇環境幾靚。點啊？睇完我胡偉聰帶俾嘅片段，同電視新聞報所睇嘅咪好唔同呢？其實泰國曼谷根本就唔係想像之中嘅咁恐怖、咁得人驚。你諗下，我作為一個曼谷人，我每日喺度生活居住、行街食飯、睇戲兼採訪，我都唔驚。你嚟嗰4日3夜、5日4夜，你驚乜嘢？唔使太擔心，曼谷冇問題，泰國隨時歡迎你。Welcome to Thailand，薩瓦迪卡。